弟兄姐妹早安，今天我们要读启示录14章14到20节的经文。我又观看，见有一片白云，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，头上戴着金冠冕，手里拿着快镰刀。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，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：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，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，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。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，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。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，他也拿着快镰刀。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，是有权柄管火的，像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：伸出快镰刀来，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，因为葡萄熟透了。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，收取了地上的葡萄，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。那酒榨踹在城外，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，高到马的绝环，远有600里。阿们。今天我们读经就到这里。今天我们看到基督再来时的审判，就像收割庄稼一样。收割不仅是收割那些福音的果子，就是我们传福音，那些预备好的心就来接受福音，而且也只收割那些属于撒旦魔鬼的受了兽的印记的果子。我们知道耶稣说过，让麦子和稗子一起长，因为看不出区别来。然而到了收割的时候，麦子和稗子就看得很清楚了。麦子就要被收起来放在仓库里，而稗子就要被火烧掉。教会里也有真假基督徒，平时我们看不出来，真假难辨，上帝也不让我们太早去分辨，但是主再来时就一清二楚了。假的就要被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，就像今天的经文提到的葡萄一样。可见葡萄中也有不好的葡萄，需要被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。愿基督徒都能够警醒自己，信仰不玩假的。既然信了基督，就是真信。主耶稣对多马说：你看见了才信，那些没有看见就信了的人有福了。很多时候我们不一定能看得很清楚，所以我们才需要信心。信就是信那看不见的，谁还信那看得见的呢？既然是信那暂时看不见的，就必须忍耐等候。基督徒应该很盼望神审判的来临，因为这正是我们忍耐着活下去的理由。这正是我们即使面对艰难，也坚忍受神诫命，遵循主道的理由。不管自己的信仰历程有多么的艰难，我们都要坚信主的应许，忍耐到底，因为神最终会来审判。那忍耐到底的，甚至忍耐到死的有福了，因为在主里面死的人有福了，他们是息了地上的劳苦，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。阿们。愿神大大赐福。